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香港突發新聞解密。今日我哋要講一件震驚全港嘅事件。喺2026年2月25日早上，觀塘警署發生咗一單女督察自殺案。一名年僅23歲嘅女警喺警署上壇區用自己配槍自轟頭部，當場死亡。呢單事唔單止令人心痛，更暴露咗警隊內部壓力問題。根據警方初步調查同多間傳媒報道，事發喺2026年2月25日早上約7時45分，地點係觀塘警署內嘅上彈及退彈區域。呢個區域係警員平時簽領配槍後用嚟裝彈或者卸彈嘅地方，屬於警署內部安全區，通常唔會有外人出入。當時，一名隸屬觀塘警區軍裝巡邏小隊嘅23歲女督察，被同袍發現喺度頭部中槍，地上有一灘血跡。她當時已經無呼吸脈搏，當場被證實死亡，唔使送院搶救。死者身邊有一把配槍，警方相信佢係用自己獲發嘅服務槍自殺。呢單事發生得非常突然。據消息人士透露，死者喺事發前一日仲正常返工，第二朝早返到警署，先同幾個同事一齊食早餐。當時佢表現正常，無任何異樣，笑笑口口，同大家傾偈。食完早餐後，佢照常去簽領配槍，之後獨自去上彈區。點知短短幾分鐘後，就傳出槍聲，同袍衝入去發現佢已經倒地。呢個過程估計唔夠10分鐘，顯示佢可能已經計劃好咗呢一步，但表面上隱藏得好好。講到死者嘅背景，呢位女督察叫李小姐，化名，警方未公開真名，年僅23歲，係一個年輕有為嘅警務人員。據了解，佢原本係輔警，經過訓練後，喺去年即2025年9月先正式出學堂，轉做正規警員，被派去觀塘警區。起初佢喺刑事偵緝部門工作，負責調查案件，可能涉及一啲高壓嘅刑偵任務，例如跟蹤嫌疑犯、審問證人，或者處理複雜嘅罪案現場。刑事部門嘅工作強度大，經常加班，精神壓力唔細。但據報，佢之後調返軍裝巡邏小隊，負責街頭巡邏同維持治安，理論上應該輕鬆啲。但點知呢個調動都無解決到佢嘅問題。警方喺調查中發現，死者手機入面有一封遺書，主要內容提到工作壓力大。遺書內容大致係咁，佢話警隊工作太辛苦，壓力爆煲，經常加班，精神負荷唔到。佢曾經透露過想離職，但可能因為各種原因，唔能夠輕易辭職。作為一個新入職嘅警員，佢可能面對緊適應期嘅挑戰，包括上司壓力、同袍競爭、市民期望等。香港警隊近年嚟，因為社會事件同疫情影響，工作量大增，警員心理健康問題越嚟越嚴重。根據過往數據，警隊自殺率唔低，呢單事可能係冰山一角。講返事件嘅來龍去脈，我哋要由香港警隊嘅整體環境開始講起。香港警務處係亞洲其中一個最專業嘅執法機構，但近年嚟面臨好多挑戰。2019年反修例運動後，警隊形象受損，警民關係緊張，警員經常面對公眾指責同暴力衝突。之後疫情期間，警員又要負責防疫執法，維持秩序，工作量爆煲。根據警務處內部報告，2020年至2025年間，警員心理輔導求助個案上升咗30%以上。自殺事件都時有發生，例如2022年有一單男警喺宿舍自殺，原因都係工作壓力。呢位女督察嘅情況，可能係呢個大環境嘅縮影。佢由輔警轉正規警，原本應該係一個事業起點，但現實中，警校訓練已經好嚴格。畢業後即刻投入高壓工作，刑事部門嘅日子尤其艱難，要處理兇殺、搶劫、毒品案等，經常半夜被 call，睡眠不足。據同袍透露，佢曾經投訴過上司要求太高，案件堆積如山。之後調軍裝，雖然巡邏相對簡單，但街頭工作一樣危險，隨時面對突發事件，
例如處理示威或者家庭糾紛。加上女性警員喺警隊比例唔高，可能仲有性別歧視或者額外壓力。事發後，警方反應迅速，東九龍總區重案組即刻接手調查，負責搜證同訪問證人。現場上彈區被圍板圍封，地上血跡被遮蓋，大批警員喺場維持秩序。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親自喺早上9時左右到場，了解事件進展，並同死者家人見面，提供慰問同支援。警方發言人表示，對事件深表難過同惋惜，會全力調查死因，並安排驗屍。同時，警隊會加強心理輔導，預防類似事件。社會反應方面，呢單事一爆出，即刻喺網上引起熱議。X 前 Twitter 同 Facebook 好多貼文討論，有人同情死者，話年輕人當警好辛苦；有人批評警隊管理，話無足夠心理支援。立法會議員都出聲，呼籲政府增加警員福利，例如加人工、減工時、提供更多心理醫生。傳媒如星島頭條、HK01、東網等都第一時間報道，附上現場相片，顯示警署外圍有救護車同警員聚集。擴闊嚟講，呢單事唔係孤立。香港自殺率近年上升，尤其年輕人。根據衛生署數據，2025年自殺死亡人數超過800宗，當中20至29歲群組佔比高。原因包括經濟壓力、工作不穩、社會孤立。警隊作為高壓職業，更易受影響。過往有類似案件，例如2019年陳彥霖事件，雖然唔係警員，但都引起公眾關注自殺問題。詳細拆解來龍去脈，死者可能嘅壓力來源有幾個方面。第一，入職適應。作為新警，佢要學好多新嘢，同時面對現實衝擊。第二，工作環境。觀塘區係工業區同住宅區混雜，罪案率唔低，巡邏時隨時遇險。第三，個人因素。據報，佢有透露想離職，但警隊離職手續繁複，可能要賠償訓練費。第四，家庭支援。事發後，兩名女親友到場認屍，神情哀傷，顯示家人好傷心，但之前可能冇察覺佢嘅問題。如果要預防呢類事件，警隊可以做啲乜？例如加強心理篩查，每月檢查警員精神狀態，提供熱線支援，鼓勵休假。總結嚟講，呢單觀塘女督察自殺事件係一個悲劇，暴露咗年輕警員嘅壓力問題。希望警方同政府認真檢討，提供更好支援。各位觀眾，如果你有類似困擾，千祈唔要一個人講，揾家人、朋友或者專業機構傾訴。珍惜生命，每個問題都有解決方法。如果呢條片對你有幫助，記住訂閱頻道。下次見，再見。